另外来看这台南的中西区的莱雅大楼呢，今年初是因为地动变做是危楼，也毋过最近呢，佮因为这风台风破入去，所以厝边呢烦恼讲，毋若有这建筑安全的问题，嘛有可能要来生帮堂。另外9月初1就是要开学啊，即马台南市学校呢已经全力来摒扫，避免出现天高热的疫情。 台南中西区这栋莱雅大楼，规栋已经用网仔围起来，佮搭鹰架。主要今年年初地动，有寡石角对地面落落来，后来互人判定是危险建筑物。但已经过半冬，拢也袂拆。历经风台大雨破入去，附近民众心惊惊，那烦恼会产生病虫害，嘛惊发生意外。当然是以安全为第一啊！不然因为最近地震很频繁呢。 很恐怖哎！这栋大楼已经40栋，经主委出面讲，9楼到11楼早就出现结构损害，2年前就已经向市府申请拆除，不过因为产权问题，市府无处理。工务局回应7月有启动拆除作业刷流标，这阵当咧发包，估算拆除费就要4000万，市府后续会佮甲所有权认可。对此，经主委认为市府处理过程拢无参详，因诉求会当拆结构安全严重的楼层，其他通保留。足不服的对啦。 因为我厝互你拆到我甲伊纳钱，世间到这比共产党国较无道理啦。哦，民主国家敢会使安尼做咧？因为你83号你前要拆这栋大楼，你毋捌83号叫去开会一届。拆除作业目前公务局正办理发包中，期望尽速完成拆除。 另外9月初1，国中小连日要开学，天9月开始咧滚假。对此，台南国校园摒细甲风灾过后，积水涌起，清清拼拼咧，嘛伫水沟内做防治导药，教室内桌啊椅啊嘛拢拖出来洗，就希望降低产生炭病棒的风险。已经进行了2次全校的总整理。下礼拜开学之后呢，除了要再一次不厌其烦的在跟小朋友宣导之外呢。 我们每个周5的下午，小朋友都放学之后呢，我们会在自己再整理、再清洁一遍。风灾后，学校面临环境修复的挑战。高雄这阵团准备的本土天高嘅病例，伫边个台南市嘛唔敢放外花，就惊教室摊开，无法度收煞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